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柏麗灣中原珍妮花。今日高高在上，背後呢個咁靚嘅觀景同咁大嘅平台，正正要介紹一間天際獨立屋，單位位於柏麗灣5期，實用面積1421尺，一間4房雙套，加上工人套廁，有2個合共772尺嘅平台，加上入職134尺嘅天台，市場十分罕有，歡迎一齊跟我過去參觀下。入屋落地玻璃大門，一個震撼觀景。已經感受到呢一間屋嘅氣派，入門 Y 型設計冇走廊，到空間咁大增，加上牆身多好擺位，飯廳寬闊，可以擺到一張12人圓桌，絕對唔係問題。客廳左右擺位都可以望到震撼觀景。除咗落地玻璃大露台之外，呢一間屋仲有觀星窗，樓底高有3.65米，氣派十足。帶你出嚟呢個大平台。一個長形設計，唔知以為去咗高級餐廳露天大平台。平台有個儲物室，唔使將雜物擺晒入屋。呢個平台目測有保齡球道咁長添。呢個平台觀景十分震撼，成個深井青山公路海俾你睇晒，仲可以望到大嶼山方向日落黃昏海景。太陽館、汲水門橋海景一一睇晒，當然唔少得馬灣特色村屋魚排海景啦。平台仲預留一個燒烤場地，再帶你上天台。天台入職134尺，可用空間無限想象。天台高高在上，觀景更加震撼。呢個咁靚嘅觀景，簡直百看不厭。另一角度仲可以偷望到青馬大橋。再帶你進入寢室區。一個房間係一個套房，特別之處可以經過房間直接通往平台。房間設計較為方正而且寬闊。浴室保留原有設計，有窗唔係黑廁，獨立浸浴淋浴區。落地玻璃大露台，觀景震撼，採光十足。寢室區劃分2個區份，雖然係細房，空間一啲都唔細，而且落地玻璃大幕牆，採光十足。樓底高係呢一間屋嘅特色，有3.65米，一樣可以望到海景。浴室梳妝台面大，儲物空間多，有窗唔係黑廁，保留原有浴缸。2個房間設計相若，落地玻璃幕牆，觀景相若。帶你進入主人房，一幅大玻璃幕牆，將最多靚景引晒入屋，特設一個獨立空間做衣帽間，房間空間十足，落地玻璃幕牆，觀景震撼。人房浴室特別大，浸浴淋浴區分開，2個獨立洗手盆。好有5星級酒店 feel， 加上有窗唔係黑廁，廚房大都係呢間屋嘅賣點。雙星盤 U 型工作大平台，儲物空間特別多。
工人房空間一啲都唔細，咁高樓底可以做高空發展。雖然係工人房，但係一樣有窗。工人套廁應有盡有。房後邊仲有個大平台，空間大，而且長形好用。放雜物做洗衣房，仲可以喺度曬浪添。呢個角度可以偷望五期樂園泳池，可以偷望到海角泳池。唔知對我今日真梨花推介有冇興趣呢？呢個單位我哋有鎖匙，可以隨時睇樓㗎。天際獨立屋，全屋苑只有12個，只有5期先至有，罕有度十分之高。有興趣嘅你可以俾電話真梨花幫你安排。最後唔好唔記得喺片尾俾返個 like 同 share 出去喎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